我哋國家喺世界性嘅競賽入邊都係走喺世界嘅前列嘅位置，所以咧一個我哋中國嘅水平嘅競賽，我理解其實就係國際頂尖水平嘅競賽，所以呢一種競賽放喺澳門其中作為一個主場地，咁我覺得就本身就體現咗澳門已經係透過全運會參與咗世界上最頂尖嘅體育競技嘅運動會嘅籌辦同埋嗰個參賽，對澳門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一個嘅經驗同埋機會，亦都係可以展示咧澳門喺成個辦賽嘅嗰個組織水平啦、旅遊基建嘅酒店服務業嘅水平嘅質素啦，亦都係我哋澳門作為一個比較小嘅城市，但係咧我哋喺體育競技項目上面能夠參與其中，咁我覺得整體上嚟講咧，各方面對澳門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推動，借住全運會喺全國乃至於亞洲甚至全球嘅一個體育文化嘅聚焦啊，咁澳門嘅知名度同埋澳門嘅文旅事業能夠做得更加好。我哋已經喺今年2025年嘅2月份2號7號就打一個全澳高級單打賽，就喺嗰度咧就選拔我哋嗰啲精英嘅球員出嚟嘅，爭取去出外多啲訓練，咁啊希望喺呢個全運會度攞到啲好成績啦。全運會真係好強嘅，個國內啲水平非常之高嘅，咁我哋咧就希望喺呢個賽事之中咧能夠同佢哋多啲交流啊，多啲比賽咁樣。我打咗波11年，都越嚟越多內地嘅選手成日落嚟澳門去打比賽啊，或者練波咁樣，咁多啲同佢哋打都可以學到更多嘅技術。即係澳門，畢竟澳門又唔係好大，跟住對手又少，可以多啲對手同佢哋交流都係。所有運動員一起過來進行了一個各個項目的交流，然後在當時我就是有和王楚欽進行了一個混雙的搭配，感覺就是很奇妙吧，沒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和世界第一的混雙組合進行這樣子的搭配，就有學到他們一些小細節嘛，然後可能我覺得更多的是精神上面吧，也認知到打混雙始終默契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咁我哋好期待咧，透過呢一個參與，能夠一齊咧同廣東省、香港一起咧將全運會嘅工作做好，然之後咧亦都喺呢個機會入邊咧，令到澳門咧喺精英運動上面更加融入國家嘅嗰個發展大局。